对。 中国电影音平台抖音的国际版 TikTok， 伊的治安甲呈现的内容是定定引起争议。前一阵美国嘛要求 TikTok 要甲因中国的母公司撤离。今仔日台湾基进顶顶有召开记者会，呼吁咱的政府嘛应该检讨法规，重视 TikTok 可能会引起的治安问题。 网络通拍破地区的限制，互全世界资讯流通。不过，这款自由却也可能互有心人士利用，致使有资讯安全的谣言。尤其中国 TikTok 平台伫全世界影响力愈来愈大，对侪侪国家的国安造成威胁。印度已经全面禁用，美国前一阵仔也通过法案，要求美国 TikTok 要脱离中国母公司，若无就要禁止 TikTok 伫美国的使用。台湾基进党拜五也呼吁要重新来讨论所谓中介法，严格规范国外所谓平台。第一，对跨境的数位中介服务业者落地纳管，而非放任他们在法外空间或是私人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司法契约。第二，对于抖音等彻底由敌对国家中国所掌握的数位平台，禁止使用。 台湾立党表示，即马 TikTok 平台使用者真侪是青少年，对这个族群来讲，长期使用落来，可能会互因疏忽资讯安全的重要性。经济民主联合也认为，真侪民众感觉家己无重要的资料通互人漏摄，对资讯安全较无要无紧。不过，伊要提醒，各种资料的漏摄，拢有可能互人利用。一旦能够掌握你的这些演算法、你的喜好，他可以知道你这个人到底喜欢看什么，或者知道某一群人喜欢看什么东西。你是一个喜欢看猫猫狗狗的人，他们都可以找一个猫猫狗狗的网红来释放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宣传的讯息。 针对拜市行政院打击拐骗相关的法律草案，规范大型国外网络平台业者伫台湾要有法律代表，若无处理平台顶拐骗的信息，上严重会甲平台封锁起来等等。经济民主联合表示肯定，不过因也呼吁，望政府也通进一步讨论终止所谓平台禁用，以3年做目标。毋但是规范公部门，也应该爱豆豆推动全面禁止，也爱公开禁用的所谓平台清单。记者刘心武。 夏桂林台北报道。